美国对咱的军事进度有去延伸到包括战机、战车、飞弹等等。准国安顾问瓦尼兹表示，会斟酌追踪进度，赶紧交予台湾超过200亿美金的装备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，咱甲美国买66架 F-16B， 头一架已经装好势，希望3月会当完成测试。台海无边境国防部10日发布，查到强机10台，其中6台飞过海峡中线，进入咱北部甲西南空域，各加6架强弹绕台，国军备表甲强军拍消磨战，加速机弹的损坏，真需要新式的武器装备。不过看美国积压的军购项目，包括 F-16V、M1A 两体战车、反地汽车飞弹、AGM-154C 精准弹药，美国准国安顾问瓦尔兹嘛讲，应该赶紧交付予台湾。We have over a $20 billion backlog of things that they paid for, and that we need to work hard to free up and have them get what they paid for as a deterrent measure. 有看到他讲说，他希望能够加速尽快的交付，我们乐见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。进一步看，国军买66台 F-16V， 预定2026年全部交付。头一台本来是去年出厂，却无消息。郭立雄10日证实，头一台组装完成，希望3月完成测试。毋过搭配的56粒 AGM-154C 飞弹，交付时间为2025年延到2026年。若是 M1A 两体战车嘛是2026年底前交付。副甲载头一批38台，去年底到台湾。反地汽车飞弹拢总400粒，预定2026年底到128粒，剩272粒会伫2028年底前交运完。面对两方情势这么紧张，专家认为应该要优先强化空防。斯洛伐克和巴林已经交机了那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，居然还要排到第3位。中共他每天都来绕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飞机都要升空去伴飞这对我们基建的磨耗非常严重。尖水南国造预算，国民党团决定保留2亿，冻结18亿。郭立雄讲，无希望尖水南预算删减。不过海军号传出靠港测试中断，外界烦恼敢有法度赶上明年4月的海测。还是希望这个整个 HAT 的一个测试项目还是能够如职的进行。郭立雄讲，会伫安全稳健的情况下，确保港测拢到位，才会进入海测。目前各项测试拢按计划伫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